就现在，让周克把你打给我，想你呀。回到了8点打球的现场，今天的宿命就唱着唱着唱着，从部落唱出去，再从这个台湾唱到了国外，对不对？对。我们先让这个全国的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母语要多大的信心，因为宿命唱到了国外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宿命带着母语走到了国际。哟，这到日本冲绳音乐，日本人应该对我们的就是台湾的原住民的音乐应该会有一定程度的熟悉，对不对？对，那时候是这个主办人冲绳音乐季的主办人邀请我，对，去冲绳表演，然后这个是冲绳音乐季的现场，对，然后我应该也是唯一唱族语的吧，在那个地方，是，然后还蛮多人的。因为它是一个国际性的音乐季，对，然后唱一定要穿传统服，有没有？哇！下一站就到北海道去了，然后就到北海道，对，就会换装然后跟那时候的那个北海道的爱牛族也是日本的原住民，对，一起表演这样子。哎，其实这样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对话。北海道好冷。哇，阿美族终于到了有下雪的地方，你怎么能够？真是，然后这是到东京表演。那东京表演就换夏季服装，对，而且他们有没有觉得说，为什么会有一个男生穿裙子这样？他们会对我们的服装很好奇。没腿。然后这是到了加拿大，然后在加拿大比较大的一个舞台，然后也是变成是观众变成是美白人比较多了，对，很特别，很嗨啊！那时候在表演的时候。然后都全部表演都是穿传统服在表演。哎，别人就是当国外的朋友看到台湾的原住民，而且听到不同的音乐跟穿的这个服饰，他们有没有给你什么样？他们甚至不知道台湾在哪里。对啊，台湾真的好。然后台湾也有原住民，他们会更好奇，因为一般他们对原住民的印象就是来自非洲的黑人。哦，对啊，真的哦。对啊，他们不太晓得。然后是歌迷在送机的时候，接下来一站就是去法国了。法国哎。法国塞纳河，塞纳河，对啊，法国其实跟阿美族有一个渊源，就是我们一样都爱吃瓜牛，我们都爱吃瓜牛，所以我在法国活得很好。对，真的很好哎，你看，其实走到国外的时候，其实听到了很多，其实也让自己的母语更有信心，对不对？对自己的文化更有信心。因为我觉得地球越来越小，就像世界村。那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大家都会越来越一样？反而你愿意把你身上不一样的这件事情跟大家分享的话，大家就会觉得你非常厉害，因为是别人都没有，只有我们有，而且我们愿意跟大家分享，尤其是在音乐或语言这件事情上面。这是让我觉得在国外表演的时候，我又得到另外一种不一样的自信。对，不一样的自信。而且宿命后来就是从国外的这个洗涤之后，回到台湾，就在上周，对不对？就是开始办了叫做母语演唱会。对，母语演唱会。对，哎，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其实心情更不一样了，对不对？是啊，就很不一样，就想说啊。国外的人都那么喜欢原住民，为什么台湾没有？台湾你们怎么样？哎，你爱一下我们嘛。是开始，我觉得有一个契机可以做这个事情的。然后，结果在上个礼拜的母语演唱会，反应让我有点吓一跳，超多人的，在华山英文中心的时候，超过1000多人了。就是第一次办母语演唱会这么多人的盛况，大家都一样都听不懂阿美族的话，可是大家就很愿意，然后而且沉浸在那样的音乐。对，我们一起带大家来看一下宿命的母语演唱会，感动了很多听不懂我们话的人，一起来看一下现场实况。
母语最有信心的是大家跟你一起唱，对，而且我们唱阿美语哪有在一个人唱歌？一个人唱歌太可怜了，只有喜感华赛巫师才会一个人唱歌，所以俗命的演唱会其实得到了很多非原住民的认同，对不对？代表我们可以走得出去。好，现在来接一下线上，很多人哇，俗命的粉丝很多哦。台东阿美族样先生在线上，喂，样。一样，八点打给我，一起唱母语。耶，好的，一样，你要唱了吗？唱，可以唱吗？预备，起，来。能能把西瓦里有沙拉沙都古吉拉，鲁木瓦努沙都嘎古安努巴巴兹阿鲁米拉。好，掌声鼓励。一样是哪一个部落？都兰呢？都兰是不是？嗯。哇塞，那你有没有很崇拜的属命？他们是小朋友了，还好了。啊，那是小朋友。不过我们要一直唱母语下去，对不对？一样。嗯。那就是继续唱下去，可以吗？那你现在答应阿洛。好漂亮。谁？阿洛，你真的好漂亮哦！哦，真的怎么讲啊？怎么讲？你怎么那么会？真的，你好漂亮，越来越美。真的，谢谢谢谢。那你们有没有认真要唱母语啦？有吗？喂。我会唱那个阿美族的，我是台湾族。啊，你会不会唱台湾族的母语歌？我不会。没关系，那你要继续支持我们，一直这样唱歌，好不好？好，要常常扣音进来好吗？一样。好，谢谢你们哦。送给你我们的精美的纪念品哈，谢谢。花莲汉族的肉包是不是？是。肉包。有。各就各位。好，预备起。8点打给我，一起唱母语。好，肉包。是。你是今天唯一扣进来的汉族，你会唱母语的话，我们真的会哭，快点。我会唱。你不会吗？我都唱。你会吗？我唱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好，哇塞，我要哭了，我要哭了，我跟署命。好，预备起。哦哎呀，好呀，喏哎嘿呀，那那那不该哎呀，一啦啦一哭为郎。我尽量了啦。啊，好厉害哦！汉族的朋友。怎么能够？肉包老师说，你是不是一直很想要跟我们原住民成为 VIP 的朋友？真的，我真的是哈原住民族，我也是哈。你是哈？那你觉得哈我们怎么样？感觉呢？哦，与有荣焉，我的同学朋友每个人都知道，我超爱。真的，肉包你这样的表现很好，我们要颁奖。谢谢。我终于扣进来了，我要跟那个谁，大使达利玛。达利玛是。还有那个巴先生说我扣进来了。耶，你真的很棒，肉包，我一定挺你，因为你是汉族，你以后就是用族语跟我对话哈，然后或者是扣音进来唱族语歌哦。谢谢。希望下次还可以听到你的声音，好吗？谢谢肉。我可以跟淑蜜讲一下吗？好，请说。我希望他好好保养他的喉咙，我觉得他好像用的过度了。对，他最近在累，因为他刚办完演唱会，要好好休息。对他非常辛苦，不过淑蜜真的很棒，对不对？是。淑蜜真的很棒。好，肉包我们要继续支持唱母语的人哦，还有阿洛哈。好，一定，我要买你的，我有跟你签名哦。谢谢。肉包，你真的很棒哦！哎，淑蜜是不是汉族的朋友？我们真的就是我们的目的，他哈美了啦，对，他哈美，好厉害！台北阿美族的有将在线上，有将，喂，预备起，8点打给我，一起唱母语。对，预备起。预备起啦，有将啊！预备啦，预备起。还有烟，咿呀那鲁啊那咿呀哦音，哎呀，好哎呀！哇，掌声鼓励，很棒！哎呀那咿音，哎呀哟！加油！有将，你的歌声很好听哎，真的吗？是真的，是真的，好听的声音哎。谢谢。所以你应该很年轻，而且很爱唱歌，对不对？对啊，我们两个有唱过。我们两个有唱过。有。哇，所以我下次会有机会可以看到你，对不对？好，是啊，我都常常看到你啊。对，有将我们一定要好好一直唱母语，好吗？好的。好不好？让这个世界上都哈阿美，哈原住民这样，好不好？一定要的。谢谢你的声音，记得给我们的口音，我们要赠送赠品给你，谢谢你，谢谢。
接下来呢，要让苏命来带给大家他的新歌。这一张的是苏命的从今年当中的又新的一个累积，再次的创作专辑《远洋》。这首歌叙述他的父亲的故事，我们一起来欣赏《远洋》，来自于苏米恩鲁比。国家随时。